后来乡亲继续来看这个交通部甲6都来合作，利用无人机伫路口面顶75至80米悬的所在来飞行，翕拍到空中的视野，它来追踪到路口的人甲车流动的轨迹，再搁透过 AI 人工智慧来分析到交通冲突的地点甲形态。 目前是选出到9个上会出车祸的路段来做测试，希望用科技的分析来改善到交通的路线甲标志，减少到事故伤亡。空中摄影机慢慢的升空，将高雄车路东西南北的车流翕个一清二楚。交通部以无人机伫800公尺半空中去了解人甲车流动的资讯。所有的 人、车、路环境能够在一个画面能够完整的呈现，比我们这个路口的这个监视系统更能够全面完整的来看到这个画面。以高雄为例，经9个口出车祸路口，结合交通分析的软体来改善路线的标示。公外区它看下来的视野比较广嘛，有些人在开车都没有在看的，人家左转，有些左转想要过就过，我有遇过啊。如果逐路口 各个路口去逐一检视的车流量，然后去改善是 OK 的。民众大部分拢支持，因为像安尼同一个方向车路，这个倒弯甲直行真接受的。一个高科技的运用，那可以全面的检视整个路口，将有助于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的。 交通部表示讲，拍算伫9月底完成空中摄影的部分，提交予交通工程单位做后续的研究甲规划，看变怎改善车道，也是标示、副志，减少车祸。